孩子和老人被集中。乌鲁木齐市政府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父母被中国当局关进集中营的孤儿被送往孤儿院，由国家抚养。根据23日发布的通知，父母在监狱中的孩子继续被当局以双集中的名义收集到政府所谓的托儿所和疗养院。近年我去各地要大力推进双集中工作，着力解决一些地方集中率低、工作开展不均衡等问题。自治区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志军说，确保到2020年实现2个100%。繁华示威游行，土耳其里泽市公民举行游行，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同化政策。在周五的举骂礼拜结束后，公民聚集在海岸清真寺前面，示威者举高东突厥斯坦在学期、世界别再沉默等旗帜，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土耳其凡城省也举行支持东突厥斯坦游行活动。与此同时，在五路大清真寺为东突厥斯坦的受害者举行了缺席葬礼祈祷。图姆托尔克先生在活动上讲话时强调，在东突厥斯坦多年来受到了中国的占领，现在有500万维吾尔人在集中营里被拘留，这里的条件比监狱更糟，比纳粹营更惨，他们以政治教育的名义受到折磨。索罗斯，习近平是民主社会最危险的对手。匈牙利裔美国商人乔治·索罗斯周四在达沃斯论坛的一个晚宴上表示，中国拥有高科技的监控机制，这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民主社会最危险的对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索罗斯时回应称，个别人的言论颠倒黑白和是非，毫无意义，不值得一驳。微软搜索引擎必应在中国恢复服务。美国科技公司微软发表声明称，必应在中国的搜索页面重新上线。本周此前几天，该页面在中国无法访问，似乎遭到了政府审查屏蔽。该声明中没有给出页面被屏蔽的原因。阿富汗南部发生空袭，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发生空袭事件，造成包括女人和孩子在内的16人死亡。赫尔曼德省政府发言人朱瓦克说，事件发生在赫尔曼德省的桑金县，有平民在袭击中丧生。朱瓦克表示，阿富汗当局已经就此展开调查，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对袭击负责。